哈哈，袂记你开 BGM 是咧。好啦，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鸡恁的网络好厝边，欢迎恁今日来收看我要上这个 Silent Darkness。大家好，先甲大家小借问一个，伊拄着去食暗暝环境，佮有创啊食暗暝环境，多谢头拄迄个还袂开始放送，创啊值到互我200箍，互我迄个，互我通好迄个，互做读壮胆嘿，壮胆费，多谢创啊值互我200箍，让我壮胆一下，谢谢。我会拍拼，我会拍拼。佮有阿选暗暝环境，佮有三处风暗暝环境，佮有靠送加伊利暗暝环境，欢迎恁来看。今日要耍的即个 game 吼。是迄个是做啥？是咱的现在露娜老师做的，这就是伊有互阮 VTuber，毋是我想歹势，稍等啊，等下，恁敢有看到我是安怎夹麦克？稍等者，哪呢？哪啊？好，收起来对，迄啲就是互我送互大家看吼，好大家都帮看，就安尼。好啦，大家最近好无？即礼拜嘛，感觉过足紧的呢，毋知是安怎，即摆就已经拜六啊。即礼拜就搁要结束啊。虽然有诶人讲迄个礼拜是一礼拜开始，有诶人讲礼拜是一礼拜迄个叫做尾，我毋知影恁是安怎想。我平常时拢感觉迄个礼拜是一礼拜的尾，为拜一开始安尼，因为伊号做拜一。毋过你若是工程师，你可能会感觉讲迄个算数字的时阵，爱为0开始，0才来，这是迄为空开始吼，所以反正你讲礼拜就是算是一个0的概念。好，我毋知开始后白讲话，咱要是把握时间先来算得着啊，无若搁拖，还是会惊早晚爱面对安尼。愈到年底就愈感觉时间过愈紧，有影呢，我嘛安尼感觉呢，有影，就感觉讲，已经11月底啊呢，11月嘛要结束啊，过来就剩1个月1个月了就2026啊，有够紧呢，要安怎？时间过到有够紧。对，讲今年有一寡计划，哎哟，太毋知影是安怎，迄个一年就安尼过啊，有诶迄个进度无够，就开始烦恼。即个若是当是拜一空头前，毋过你敢若拜一才是开始，对啊，我嘛拢感觉拜一才是开始啊，伊就号做拜一，所以就想讲应该是一才开始，毋则对。好啦，我是毋知啦，我会记得这其实对有的人来讲是有一个标准的答案的我毋知。迄个 game 吼，若伤细声、伤大声，恁才甲我讲哈。因为我毋知影伊内底上大声的所在会甲偌大声，所以我真毋知。若使不满才甲我讲哦，多谢大家。我感冒还未完全好，所以今日嘛其实是先我最近迄委托哥坐敢若山咧，强要做袂了，所以淡薄仔痛苦安尼。我嘛毋知影会当安怎，就是已经接落来，已经答应落来的物件，就还是爱甲做了吼。即个通大声淡薄。头拄迄个 UI 的迄个细声的声，敢若讲无够大声些。稍等哦，因为伊迄个画面算是讲，大家看到即摆画面拢乌的，因为伊的画面是足精彩的，足用心，足迄个足号做啥？或者是互阮马铃薯老师挡袂牢就对啊。好，等下啊，恁讲爱较大声些。来，我调整者。小等若卡，就是马铃薯老师伊已经吹甲真棒啊，所以小等若卡，倒卡，好，咱体谅一下马铃薯老师。因为头一摆来毋知影啥是马铃薯老师，甲恁讲马铃薯老师是我的电脑的名，我有家己号名。有够卡吼，恁知影无法度？等下，
我其实若无开即个 VTube Studio 的时阵是要会使，毋过加一个 VTube Studio， 佮加一个 OBS 可能的真正紧绷啊。调一下 graphic， 好啦，咱会当改的拢改啦，无要安怎，无要安怎，歹势，嘿，大家爱，大家若毋是，大家后摆若有机会耍的时阵，就毋免像我安尼。啊是恁要看我用跳跳嘛是会使，恁若要我用跳跳，反射会较好。哦，这流体莫用甲遐尔迄个，无怎样袂堪入。啊，应该会使啦，应该会较好吼。来，照文件第2项去调应该会较好。努拉老师，阿曼，你今日来看，多谢啊，欢迎你来。我是不是应该要讲中文？努拉老师，我用台语 OK 吗？想说，等一下哦，我们应该看一下。完蛋了！我在一阵慌乱之中呢，点到了我电脑工具列上面的 Premiere Pro。我的马铃薯老师正在把 Premiere Pro 打开，完蛋了！请等我一下。那样呢？完蛋，就才一开始就这么丢脸吗？救命啊！可以用跳跳是不是？好，那我可能真的要用跳跳耶。完蛋了，真的完蛋了！那大家等我一下，应该改用跳跳。我连 VTS 要关掉都没办法吧？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大家应该听得到我的声音吧？输定，不是跳跳，但我没开，我把 Discord 关掉了，这样我怎么用跳跳？这样我应该要，老大来一下，我 Premiere Pro 还没关掉，我的 Premiere Pro 还没关掉，救命！哦天哪，今天对我来说这是丢脸到不行的一天。我要 emo 了，请等我一下，请让我 emo 一下，怎么会这样？好，那个，大家好啊，我是陈火蛇，对，嗨，好的，我们就用跳跳吧。不是，OK， 看起来事情有在变好，太好了。在这个趁着这个尴尬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那个投票啊，我们的投票不是问大家有没有在游泳池偷尿尿吧？也太多人有了吧？真的假的？57%，超过一半呢！真的假的？超过一半的人有在泳池偷尿尿，太过分了吧？顺便说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没有，但对，好，有几个人投票啊？7票而已吗？那大概有4个人是吗？7个人之中有4个人在泳池偷尿尿吗？真的假的？可以了，太好了！真的，大家都是坏孩子，太坏了吧？来，这种案件，激增是要咱直接到教堂，或者就是失踪案件愈来愈多，讲这消息毋那是一个都市传说。最近全球失踪人口的数量，当咧以这个足惊人的速度增加，引发足侪关注，佮有烦恼啦。根据这个国际失踪人口调查局，佮有这个局，国际失踪
会不会是偷尿尿的就被泳池抓走？原来是这样吗？原来是这样吗？哦，这4个人要小心了。这些啦，恁来较细致，后摆恁伫游泳池偷放尿的时阵，恁就会受到制裁吼。OK， 根据国际失踪人，这有够歹读的。国际失踪人口调查局的统计，过去3个月内失踪案件数量比去年同一期增加大概45%，强要增加一半呢。足侪失踪者拢是伫日常生活中，熊熊的消息无留任何会当追查的线索。较互人不安的是，有一寡失踪者的家属表示，因伫失踪地点附近听过奇怪的声，也是看到无法度解释的空间的即个变形。而且会描述甲网络顶面流传的都市传说 Backrooms 后室，毋是后室，应该是后室哦。惊人的迄个相呼喊吼，迄个传说就描述一个存在伫异次元的无尽美景，有无数的走廊甲足大的空间组成哦，佮有黄黄的电火，佮有迄个还有这啥？七七的迄个哇，今天的台语退化很多。好了，潮湿地毯的气味，虽然科学界对此仍然保持怀疑态度，但是有部分研究人员展开深入的调查，寻找失踪案件跟后世传说之间可能的联系。哦，有从失踪案件中返回的人呢，但他们会神情恍惚，喃喃自语说：“你逃不掉了。”这不是我在对观众说的话吗？这不是有观众说不想出道的时候，我都会说你逃不掉了。原来是这样子吗？好。OK， 呼吁大众保持冷静，避免过度恐慌。好，感觉最后就是一个不得不讲的，总是要叫大众不要恐慌嘛。好看一下我们可以去哪里？那你当去哪里？乘火蛇分灵体，不要乱讲。我只有一尊，这是叫什么绝无仅有？那叫什么绝无分店啊？对。仅此一家，绝无分店。放我进去。那门不能开吗？放我进去。Let me in。好吧，我们要来泡脚了。耶，泳池我来了。这。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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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可以算深海少女吗？好像不算呢。游泳池好像算人造的水设施，好像跟海的定义不太一样。如有仿冒版权费就对啊，都会有这种哦。水好深哦，洗脚脚，好经典哦，那是那个吧？水好脏哦，洗脚脚。变干净了，洗毛毛，是洗毛毛，不是洗猫猫。等一下，这是暴露年龄。现在的人知道这个梗吗？对吧？原本是好脏吧，对吧？太快了吗？有太快吗？还好吧。我们这个直奔主题，可能要等他一下。现在还会用这个梗吗？好像比较少一点欸。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知不知道那个那叫什么高中经典文化教材？对，不晓得。好诶。哦，知道吗？虽然那个阿酸已经可能不算高中生了，但是知道吗？好，端午节都会看他们出来呼吸，真的假的？有音乐可以听欸。会不会太小声啊？是不是真的太小声了？请等我一下，好像有点小声哦。对啊，马铃薯老师加油！等一下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可以多个大概6分贝是吗？不是高中生就不能是小朋友了吗？一般讲小朋友是指有点年轻吧，我觉得把高中生也算进小朋友，已经算是蛮仁慈了，应该是蛮仁慈的。嗯，请等我一下啊。把能调的都调一遍。好，这样应该好多了。嗯，好诶。不知道是谁留下的纸条，别待在黑暗中，保持在光亮处。OK， 所以我们要找光是吗？哇，到处都不能走。你们不觉得玩恐怖游戏的时候最恐怖的就是这种，就是长廊类型的空间吗？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看恐怖片的时候也是虽然我记得好像在 YouTube 上看过什么，就是有人有分析过，看恐怖片的时候那种 jump scare 通常会从哪里出来？对，就是这种长廊类型的空间，通常都蛮恐怖的，要把你的视线跟可以走路的范围线缩起来，你就有点逃不掉的那种感觉嘛。怎么好到处都不能走吗？很理性去看恐怖内容，什么意思啊？你说那种影片吗？很理性的在分析，对啊，他就是让那个会害怕恐怖游戏的人可以，按了也没反应是吗？多按几次会不会怎么样？对啊，就让害怕恐怖游戏的人可以看完那个攻略之后，比较不怕一点。水波亮亮的光，哪一个门看起来很不妙啊？我觉得每一个门看起来都很不妙呢。这是要录卡哈，这是要逼卡的。对，这个门看起来应该没什么好事，怎么都不能开。Basic access， 这是可以逼这个卡是不是？其实不是很想逼不是很想进去这些看起来很恐怖的门老实说，我每次一开始玩恐怖游戏就开始想逃避了，那也安呢？那也安呢？后来，哇，开门啊！闭卡一定爱笑者，安尼变做闭卡笑，多谢，等下，这笑开阮需要迄个，多谢，咱继续，应该袂凶甲我关门，我边仔那哦。我入来家边仔就开始什么意思？边边黄黄，是不是有人在泳池尿尿？沾到我了，应该不是安尼。等下在啥？锁匙。顶面呢？无法度上去。我讲啊。
我无照着光，我就会代表讲我是一个的人，多谢你讲的有理。无怪迄个咱讲迄个闭卡时阵爱笑一下，因为闭卡笑嘛，安尼是啊，干嘛呢？干嘛呢？我是的人。啥物？或者我是一个的人，你讲哦，这包都开。啊，我敢袂当关门？袂当，好。过来。我头摕着锁匙，所以咱应该爱去开锁才对。什么声？夭寿？什么声？你敢有听到？你敢有听到？什么声？还是敢若我啊？还是我咧喊面？你讲啥？哦，水底的声，水底有啥？水底有哈兹内米克，因为伊是深海少女安尼，敢是？啊，恁无听到？安尼就是我家己咧甲家己吓惊的意思吼。哦，这有够水的啦！虽然照来讲是恐怖的 game， 毋过看起来介水呢。哦，这个光，嘿啊，异世界的通道有影。你看咯，这阿火的色啦，做迄个亲切感的有无？有没有觉得很亲切啊？火蛇色的门肯定没什么坏事，好酷哦！我是不是来到一个不应该来的所在啊？哎，摔一个无片，悲しみの海に沈んだ私，嘿是火蛇逆门太多，什么声？我的卡哦，我的卡，家己甲家己吓惊，我无倒转去啊啦，遮哪会嘛有迄个饲袂着火鸡 gate， 有理，哦，遮个有一扇门。无倒开，来，宝库门火蛇，听起来袂歹呢。哦，这是爱互我爬山是？哦，会使爬山呢。哦，有，哦，有够乌诶！我开始惊。哦，顶面有水呢。哦，头仔无发现即个代志。顶面是游泳池哦，顶面有水呢，啥物意思？顶面有水，顶面是太有水。哦，够奇怪。虽然这原底就应该是无正常的所在，就对。天顶有水啊！哇，袂晓爬山。救人！安尼，安尼，我会当安怎行？ Oh no! Oh no! 哇！顶来，好行，这应该较好行，对无？这医疗白家呢，应该是安尼，过来安尼，搁摔一个，哦，啥物声啦？有够恐怖的啦！我的骹哪会遮吵啦？哦，用行的就好，无一定爱一直跳安尼。那连爬一个山就爬袂好势。
哦，遮有一支啊，安尼，啊，过来，安尼，啊，过来啊，来，啊，若袂当嫌家己的骹足差诶，下骹敢袂当落？下骹有啥物？下骹有光？无咯，这敢是头拄仔迄间房间？应该是啦吼，应该是。头拄仔应该有看到即间，我个救人，太遮尔过来，遮无米，顶边阁有水，顶边一直有水是啥物意思？这敢是水还是这其实就是较光的蓝色尔？应该是较光的蓝色尔，应该毋是水。想这有够黑，有够恐怖的啦！哈？什么声啊？啥物件？你敢有听到这喘气的声？迄是啥物啦？你敢有听到？还是迄是风声？哈？有够恐怖！敢有够大声？阿红阿曼欢迎你来看我，互人吓惊。虽然可能毋是人。继续。迄是啥物？有够恐怖！迄啥物件叫啦？你听起来毋是风呢？迄是原来迄是伊你腹肚枵安尼无代志。什么意思？免惊，猪冲伫遮，什么意思？你是咧发糖啊？你搁咧发糖啊？大家上爱看你发糖啊？你是咧？听起来是有啥物怪兽伫我后壁吼？迄个怪兽就是腹肚作枵的伊利。安尼讲哪像嘛无较好呢？啊，毋是我明明就伫有光的所在呢。对，有怪物。迄是啥？遐物件叮当呢，对无？来看觅，啥物件叮当？恁敢有看到？有呢。你好，请问你是？人咧？哇！卖位光去，敢是？卖位光去是讲人迄个的时阵，人迄个的时阵，要过身的时阵，看到光就爱位光遐去，是这个意思呢？我想看卖哦，咱个会当去倒？毋过伊讲爱踮伫有光的所在，对无？这有啥物？我甲卡着，我就无法度啊！我互伊卡着，我就直接翘去吼。安尼我会当创啥？我会当先踮遮啦。我爱先拍光对吧？安尼就安全啊，好。搁爱找这代数嘛是足久无听，我从来毋捌听过这个代数，通常应该是较用袂着。我需要光。好，迄只咧叫的，毋知影伫倒位呢？毋知影伫倒位？恐怖！遐敢有物件咧叮当？是毋是应该位遐去？应该是。总过来，安尼。哎呀！你莫过来！虽然我毋知影迄是啥。共款的物件，看3摆就袂惊。伊伫我后壁，安尼我是要安怎啦？无呢，头拄仔是为头前出现的，应该干那一只啦吼。然后第二只我就毋知影要安怎啊？过来啊你！无去啊？伊看起来有清风护福，风护福，你是讲迄个风雨遮？伊伫遐，莫过来
电动画面还佫开开吼，我已经会当改设定拢改甲上迄落啊，所以暂时是无播，暂时是无播。现场版有趁着，有趁着只。啊，这普通啦，这也袂安怎啦，这嘛无讲介困难啊，对无？佮红太红嘿，是。啊是我莫用走诶，我用走诶伤吵，伊敢听会着？伊是毋是听着我诶声才会来？伊行行诶都无去安尼，对无？伊是位倒位？伊是倒位？迄个门是咱头拄仔来诶门是？敢是？煞看袂出来，应该是啦。咱应该是爱为遮来吼。有影是进无步，摕无路，有影。我真毋知会当为倒位行。这叫嘛无互咱一个手电，需要一个手电啦，无要安怎说？有光，水有光。有够恐怖的。过来是要去倒位？过来是要去倒位？救人哦！敢若看到遮有光呢，啊，毋过这毋是咱头拄仔来的，奇怪咯。伫人生的路途失去方向嘛是世上的代志。莫过来啊！无去啊。是安尼无毋对，啊，毋过毋是安尼呢。奇怪，这敢毋是咱头拄仔来的所在？迄是啥物声？有够恐怖的，对无？咱头仔敢毋是为遮来的？是吼，好，白了工。真找无方向啊！我都上袂晓认路的，佮叫我算这，你莫过来啦！朋友啊，喂！过来，救人。对啊。你莫过来好无？好。对，有影是卖đồ的阿火，有影。等下毋知佮啥咯？无够光，安尼有够啊无？有。奇怪。安尼，搁会卡着啊！过来一摆。好。咱是毋是头仔拢无位正边去啊？毋知影正边毋知影有啥吼？咱来试看卖，虽然足暗的，看无啥有。是真看无呢。无光真是。伊佫甲我卡着。伊是搁来啊呢？伊伫遮呢？伊无去安尼？莫过来！我也无甲伊掠着是咧。打啥啦？有够乌。伤乌啊！搁互伊卡着救人。好，我一定是有做毋对啥物代志。
哦，哦好，害我惊一下。啊，离咱上近的电火应该是这拍啦吼。嘿，这拍。借一下光，多谢。哦，伊伫遐，伊伫遐对无？伊要过来啊！咱除了这边，敢还有别位通去？应该无呢。遐就是咱来的所在，所以咱干若会当位遮啊。啊，伊伫遐，我是要安怎？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啊，安尼就无去啊，对无？哦，刷来，咱来找即拍电火。来，照光，照光。哦，离我足近的啦！你到底是啥物？你哪会嘛咧发光？敢是前风后雨？敢是啊？你是咧创啥？你莫甲我卡无？啊，过来咧，过来到去倒位？哎，敢是为伊迄边袂使啊？无啊？敢是为伊迄边去啊？遮个有头拄仔无来遮对无？这敢是无共所在？应该是呢，应该是吼。啊，水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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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着路啊！你莫来找我，莫来啦，拜托，莫啦，莫啦。哟，搁爱顶行。哦 no， 好，上无咱有进展，咱有进展。嘿啊，找着路啊！啊，毋过伊足烦的，我毋知影要安怎过。袂要紧，一定会愈来愈好。照光照光。好，啊，毋知影伊伫倒位，哦，啊，袂要紧。我真有够差的，凭我的骹较差。有时仔真感觉找袂着路，比 jump scare 搁较恐怖。话敢是安尼讲？好，来，刷啊光，刷啊光，刷啊光。啊，接着光啊！哎哟！太当安尼对待我，你太当安尼对待我，差一点仔就要行到我应该要去的所在啊！你太当安尼。啊！你莫过来！哎，真袂当用走的呢，用走的伊哪像真会听到呢？敢是伫遐？是，你莫过来！安尼照光，你应该就摕我无法啦吼，好水。光，我需要光，我需要光，我需要光。啊！是毋是爱豆豆行？应该是呢。哈！我著想要用冲的啊！我著感觉讲豆豆行有够恐怖的呢。马这里阿曼欢迎你来看我红火镜。虽然今仔日若像到目前为止还会使，毋过迄声有够恐怖的。哦，伊伫遐，伊伫我后壁。安尼我无要插伊后。咱来后一拍电火的所在。
嘿啊，按面懵呢，按面懵有够恐怖的呢。看无啥啊，会使啥物？你莫过来哦！你上好是莫过来哦！更，刷更，哎，多谢。啥物？啥物演奏？我头有咧演奏，就是讲我即个物件，我惊着就安尼啊！敢会入过来？伊敢会入过来？你莫入过来好无？莫甲我入啦！有光啊！哈哈，有光你就无法度啊吼！应该是啦吼，应该是啦。哈哈，再会，再会。耶！锁匙，水，跳楼，卡无代志。哦，咱头拄是伫遐 ，OK， 好，莫踮伫黑暗中，保持流光的所在，知影？啊，这个嘛当饲，袂使。好，摕到锁匙，所以咱爱浸一下水。哦好，浸一下水，无落落去。咱爱来开门。这头拄有来过。哦，敢是即扇门？上惊即种走廊的，哦好，毋是。奇怪，佫有啥物门？咱佫有啥物门？敢是遮？奇怪，我开始毋知影倒位是倒位啊！啊好。电火伫遐死有够恐怖诶！奇怪，倒位还有门？我太袂记啊！遮还有门对无？遮下骹有门，我的骹。对，遮下骹有一个门，或者下门，好无好笑？开门哦！恐怖的房间救人。会惊呢？会惊啦！哦，有遐寒少？着寒天啊，哪有法度？虽然我热天嘛是咧讲即种诶，遮哪会红有够恐怖诶啦！有够恐怖！足有气氛呢，足有气氛的啦，我知影有气氛，甲袂晓讲话。红的空间，蓝的空间，安尼是？对啊，有够恐怖，救人啦！哦，我想要升这。这敢袂使？嗷！迄是毋是袂当黑白痴？咱莫黑白痴，咱来。这有够恐怖的啦！想到要安尼对待我，奇怪，迄其实是毋是应该爱饲落？这有够暗的，会惊啦！无倒开门哦，打是要安怎？我开始会惊啦，恁拢无讲话，恁有惊到的嘛讲一下，无我感觉我足孤单，足可怜的。恐怖咖！
人，安尼应该会当开啊吼，啊会当啦，所以我有够巧。什么意思啊？过身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是安那，迄是啥物物件会走出来是吧？起这是有啥物物件会走出来是吧？有一个哦，唔惊，好，拢安尼啊，拢敢若我红火惊，袂要紧啊。无惊就免讲，你会使等一下好无？互你等一下。安尼啦。啥物意思？我是搁会当去倒位？啊，伊无互我入卡。有恐怖的物件出来的时阵，还会互惊着，恁都袂惊，啥意思？有够过分的，有够过分的。我负责防火惊，恁都无代志。一粒暗盲环境，足久无看伊。最近过了好无啊？一粒，咱来看一个淡薄仔恐怖的 game。虽然可能大部分是我家己咧，家己吓惊吼。啊，我是搁会当去倒位？我知跳水。啊，这毋是水，这是灯的。我搁会当创啥？是这下？啊，无够紧。啊，毋是后壁是搁是壁哦，后壁是壁是无？我做好现呢，我一定爱亲目睭看者，我一定爱亲目睭看者，到底是啥物情形？还阁是壁呢？迄哪就毋是壁呢？一蒲乌，毋知影啥。嘿啊，今日用台语说，我想讲，玩游戏的时候我们尽量全台语好了啦，这样我显得比较特别。一蒲乌，原来是乌糖麻糍，原来我是乌糖麻糍台式的，好安尼我会当接受。原来是乌糖麻糍要治我的性命。卖动咯，闪啦，咧赶时间啦。就讲咧赶时间是咧，还是我无应该为水池遐？乌糖麻糍做好笑的吼。我冲唔够紧的。啊，毋是，这嘛无路啊，这讲意思啊，啊无较好。救人，无路，闪啦！这是啥无公平的竞争？啊，我手毋着伸较长的。开门，多谢。无路，有够烦的，闪！接过，多谢。这看起来有够恐怖的啦！啊，毋过咱莫想伤济啦，来就对啊，好。惊死！这对心脏无好呢。这就袂输一工啉5杯咖啡，共款对心脏无好呢。你若是无钱通好做一摆啉5杯咖啡，恁嘛会使算一个恐怖的 game 体验一个共款的感觉心脏要飙去的感觉。有惊无险吗？算啊，就是那个在极限边缘。恐怖！上咧生电火，搁咧生电火，有鸟啊是吧？那有一蒲羹，鸟啊！鸟啊！什么意思？
？Hello，你要去倒位？一工啉5杯，正常对我的迄个钱包来讲无法度。你要去倒位？你要去倒位？我需要羹啊！你过来。我无法借一下羹，干来当借一下。猫仔是要去倒位救人？猫仔是古锥啦，毋过我要死啊！有人一直咧耍电话，我是会当去倒位？这有路无？吸迄鬼咧耍电话，是安怎吸迄鬼要耍电话？啥物意思？对，有路。哦，有够暗的救人。是猫仔听无台语者，原来是安尼。哦，来遮好啊。无，敢若遮有电话救人。算了，我是当去倒位。这猫仔无路用。哦，有够光。哦，有够光。猫仔敢是带路的？要翘起啊！一粒先去无用好，这里去无用，再会。哈，我是要去倒位？好啦，我认真看卖咧。毋知倒位有路呢？毋过总会有，咱若位壁，咱若甲四周围的壁拢看卖咧，应该。哦，遐有路。哦，救人，要翘起啊！哇，安尼无度？我是要哪？嘿，猫仔，猫仔你好，你莫放杀我好无？哦，有够光的，足安心的，安心甲。嘿，猫仔，嘿。你要带我来倒位？嘿，猫仔，是伊无要带路？猫仔应该是足自由的一种动物，应该是安尼。要死啊！无光啊啦！哦。好啦，咱莫甲猫仔耍啊！咱头仔是毋是有找到一个所在是有路的，对无？遮毋是遮呢？头仔是倒位？啊，遮！这是要咱入去？我拢看无。啊，无度开。刷光，猫仔到底是来创啥？对啊，猫仔是来古锥的啥？我都倒去啊啦！安尼咱即摆为正边来看卖，正边应该嘛爱有物件吼。有够暗的。嘿，猫仔，嘿。无光啊！
哦，这心脏跳甲足大声的啦！谁甲我创低哦？安尼是会当创啥啦？我连迄门是啥物款的锁匙，还是爱路卡拢看无呢？啊，有够暗。这有啥？头前敢有物件？头前是倒位？我已经踅到毋知影倒位是倒位啊！救人！这所在嘛有淡薄仔看哦。救人！救人！救人！安尼，哦，这咱要爱开的门，对吧？啊，救人！哦，猫咪控制一生敢有遮严重？我哪有？是其实遮有物件爱摕啊！我要安那？我无得为遮起来，会使。反正遮有物件哦。咱先来看卖，这是毋是可能有物件？哪像无呢？无。哇，糟糕呢！匹配串。另外一边敢会有物件啦？照你来讲是无，毋过我已经毋知影阁有倒位有物件，所以咱只好来还是来看卖。对无物件，无物件，好煞去。奇怪，猫咪到底是创啥的？嘿猫啊，嘿猫啊，哟呼，莫走啊！猫啊咧？哦，伫遐。喂！莫安尼啦！无就走啊！哦，有够忝的！我连摸一下猫仔都摸袂着。猫啊，还是爱带猫仔去门遐，敢是？哦，互迄个电火惊到有够好笑！遮有物件啦！猫啊，是猫啊，伊颔棍有物件哦。所以咱爱先找着猫啊，伊颔棍有物件爱摕落来，才会当开迄四门啦。总算是看有啊。哦，实在。后摆看到医疗，就爱先去看卖医疗顶面是毋是有字，对无？好，所以咱先找猫啊，猫伫倒位？猫啊。实在。对，搁要捉猫啊！出一下声好无？猫啊，走去倒位啊？我会陪你找点医疗。听你讲较早的时阵。你有偌高？是有偌高哈？应该是袂遮歹啦。
食好食歹无计较。头前有一只鸟，迄只鸟上好是莫漏跑。哦，电火咧甲我创滴，气路啊，足气路诶！先看鸟仔伫倒位，鸟啊伫倒位，鸟啊你即马伫倒位？哦哟，嘿嘿嘿，足电火足加无法度，还是伊其实有规律，伊敢有可能有规律啊？看袂出来呢，敢会其实有一个规律？互鸟迷生一世人有影？足侪人拢安尼啦，有饲鸟仔的，可能有足侪人拢有即种体会。哦，毋知影是你是老大，是鸟仔是老大？毋是只，敢有只尔啊倒手柄？开一个电话互我看卖啊！嘛毋是只啊，是只啊，鸟仔伫头前啊，拄啊好。咱就袂输咧过车路共款，找一个好诶时机就冲过去，水啦！水啦！嘿！人生还是足有希望诶。鸟啊，物件互我，好多谢水。好，咱来。通开啊啥？这门是安怎开诶？我互关伫外口。伤乌看无？好，先跳落才讲。呦喂，Hello，是爱选一条介意诶，是啊？敢有差啦？敢有差？3条敢有差？我睇讲一定有差啊！这敢若就是有差呢？这就是有差诶款呢？3条应该无共哦。咱是爱斟酌看下。看无有够复杂诶。正边即条会安怎？会来食来食了后会去倒位？看无啦。好，即个时阵咧，莫想遐济骹步有进阁有退。咱着骨落喂，无代志。莫想遐济，咱着正当做来佚佗就好。话敢安尼讲？飞顶嘛无法度行倒转去啊。好，咱来，好，过来。喂啊！尻川离开，头拄仔是毋是有啥物物件无摕着？遮有光诶，遮啥物所在？是毋是爱位遮落去？敢是？啊？反正是毋管你经倒一条拢共款哦。好，安尼咱来。毋过头拄仔是毋是有啥物件无摕着？会惊啦。好，刷去，莫想遐济。好，来。喂，我位倒位出去。喂，搁来遮。好。我搁来顶头啊。头拄仔有一个物件无摕到的款，咱搁来看一解。嘿，搁来是针。好，咱来，要吐啊！喂，啥物件？我是无摕到。
啊是毋是遮啊？我是毋是走毋对所在？无，咱小等换一条看觅。好，咱来。要吐啊吼！哦，恁敢会晕？恁会晕遮？咱个位遮来。无，咱即摆换倒手边即条。有啲真有够复杂，真看无？咱着凊彩。哦，咱就真来算免钱安尼。喂，哇哦！这应该拢袂有物件啦吼。这若个有物件，着作起落啊。来哦，这看起来有够恐怖诶！哇哇哇哇哇！哦，这是啥物？饲柳啊，这饲落会安怎？无法度饲。啊？毋过遮有路，好，遮有路。是毋是搁爱落去上下骹？喂，对，搁是遮。好，安尼咱小等来看正手边迄条路。哦，趣味哦，这个所在上趣味。哦，过来正手边遮。哦，走足远诶，有够喘诶。好，咱来，骹床咧酸啊，坐伤久啊，骹床有够疼诶。哦，嘛无啥物路啊，安尼共款，安尼过一条路，咱着过来哦。遐是有啥物件无摕着吼？奇怪，啥物？到底是啥物？过来！咱应该先来倒手边，头拄倒手边应该是有一个物件无摕着。啥物？还是搁有啥物笔记？写伫纸顶面的笔记，咱无看到，敢有可能？真有可能。串啊！对啊。我睇过来啊，行毋对。这是安怎无法度试落？这是啥物？伊刷锁匙，伊欠锁匙。伊欠锁匙好。锁匙头拄毋知影伫倒位吼，应该是中迄条应该是有一个所在爱摕锁匙。够复杂诶！等，虽然爱为中吼，喂，真要吐啊！是毋是有人开始咧吐啊？嘿，这边溜滑梯游戏，好好玩哦！遐有一个头拄有一个会使饲伊的司机呢。我哪会知影我敢有摕着锁匙？我要哪会知？我到底敢有摕着？我着当作有哦，因为我开始无耐性啊。是其实锁匙伫别个所在，我一直走毋着。我真毋知啦，我会记得是伫正手边是无？毋是，伫倒手边。要生气啊！无耐性啊！喂，一直喂嘛是足忝的。对啊，应该无其他的所在会当藏锁匙啊。无，我是爱甲规个空间拢走一摆哦，应该是袂遮凶啦吼。好来，
喂，开始变做无遐欢喜的喂喂。啊有啊啦，有摕到啊啦。我要饲落啊！惊到恁家己的代志哦。啊，饲落啊！啉一下水。哇，摔一个。嘛是介恐怖的，是安那？这是啥物？哦，会当开，哦，会当开，啊，袂当开。开始会惊，袂当开。哦，有吼，做有迄个感觉的吼。这对足侪人来讲，可能拢会恐怖啦吼。应该毋难我啦。这无法度开是小等才要来开下。这有够长的啦，这条路有够长的啦。真正会惊讲小等随时有啥物件走出来，真正会惊呢。会当开，会当开，我阁会惊一个。哦，有时做迄个恐怖的面盲，若是红石啊，是安怎，就有即种足长的一条路有无？恁敢有即种经验？啊，你着爱走，啊，你着会感觉足有压力的，真正足有压力的。我最近嘛是定咧做噩梦呢，我讲真正的。可能我最近耍伤济恐怖的 game， 应该毋是啦，应该是压力较大啦。哦，会当开，敢是爱秘伫内底？哦，敢是？啊，毋过我无倒入去呢，伤肥啊！嘿，伤肥，无倒入去，钱袂落，钱袂落。会当开着？哦，袂当。毋敢滑头呢，滑头嘛无代志好。嘿啊，听讲压力较大的时阵，较会做噩梦。恁敢有听过即种讲法？风竹也是摔落的面盲拢足恐怖的，有影。这到底什么意思？会当开是有表示啥物？内底嘛无物件，内底拢无物件，而且这条真正足长的啦，长甲做有压力的，真正袂输咧做噩梦共款的，对无？噩梦就是安尼啊，长甲你感觉足无合理的长，一条路长甲你找袂啊，看袂到尽头的感觉，对无？看袂到尽头的感觉，真正足恐怖的。伊就是爱即个效果吼，互你一条路你是永远行拢行袂完的。有可能呢，伊真正有可能做甲真正互你行袂完呢，这是有可能做到的呢。小等咱搁看到有迄个拄仔已经拍开的时阵，咱就知影搁回头啊，敢是安尼？真正的啦，真正行袂完啦。会当开我搁会惊着，搁会惊着。什么意思？后壁敢有物件？我一直足惊吓的。真正行袂完哦。敢是这个意思？好，即题我会晓。为即两边无法度出去，咱着爱，无法度。咱着爱，无法度。我叫是咧，叫是迄个。敢真正无底啊？有可能呢？恐怖啦！开过！对无？咱开过，看到咱开过啊啦！对无？这咱开过啊！救人！哦，什么声？哦，家己甲家己吓惊好。即马是要安怎？
打是要安怎？恐怖吼！打是会当创啥？哇！对个有路，是这就是咱的结局。咱的结局就是用关伫遮。无可能啊！无可能啊！一定有创一个路啊！大家免惊，大家免惊，因为惊嘛无卡纸吼。毋是，打是要安怎？我知，滑头，敢是？我知，这别个 game 有一部，就是迄个看到无正常的状况的时阵咱滑头，敢是安尼？安尼敢有效？看起来无效呢，滑头嘛无效呢。救人！大家斗出一下主意好无？出一下主意，我毋知影我会当创啥。这真恐怖呢！这有够恐怖的。滑头看迄段青春的路程多些路程这是歌词，这是歌词，向袂晓唱，这是歌词。青春的路程，过来咧，这是海上的人哦，敢是？无可能啊！一定有啥物所在有唱路啊！奇怪啊！是吼。心有淡薄仔疼，心有淡薄仔疼，敢是？我敢有唱毋对？对，有路。毋过发现讲伊是无底路的时阵，真正足恐怖的呢，真正足恐怖的。是忝心有淡薄仔忝。大家拄仔拢爱软看卖哦，嘛是会使啦。哇，嘛敢若会当安尼敢是讲迄个拄仔都袂输啦？嘛是一种门。可能入去就是另外一个空间安尼哦。你讲的有理呢？奇怪，是有其他会当做的代志。会使驱，敢有重要？咱头拄仔拢无用到驱这个功能，毋过敢有重要？应该是无啦。是我迄驱落，才有法度弄拄仔，敢是安尼？毋是啊。什么意思啊？哇 ，Eddie， 感谢 Eddie 的降了，感谢艾迪降落，开台辛苦了，欢迎艾迪来啊！我们在玩恐怖游戏，然后用台语玩。Hello， 艾迪，欢迎啊！阿曼，吃饱不？应该有吃晚餐了哈。哇！好，先跟降落朋友打声招呼，来看看大家，顺便偷喝个水好了。刚刚惊声尖叫，我可以叫你 Jason 吗？新朋友，嗨 Jason， 晚安啊，欢迎你来，欢迎，我们现在被困在那个叫什么？无头无尾是这样讲吗？Eddie， 晚安。我们现在被困在那个无限走廊，应该是头尾相接的走廊。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大家可以出一下主意哦。你看我们在哪里当创啥？阿曼欢迎你来。怎么办？放我出去啊！这钻不进。怎么跳了一下？
我小等啊，对不对？我等下可能还是就是会默默的切回台语。对我好像很习惯玩游戏的时候讲台语，不知道为什么啊。等下如果台语讲太快，大家有听不懂的，可以直接问聊天室哦。有聊天室很多观众台语都蛮好的，可以问他们。可以当自己家，欢迎随便聊天，欢迎大家来。我现在很焦虑啊，出不了这个地方。不可能啊！一定有路的啊！还是他是那个什么，就是你走了几圈之后，他就会放你出去。比如说那个走了8圈，他就会让你可以出去这样子，对不？那么气柜挖头嘛不好啊，我们回头也没有用啊。打开，给我打开！跳有用吗？跳也不能干嘛，真的很折磨人很恐怖有那种焦虑的感觉有没有？可能就是爱这个好歌。有啦，这真有迄个做恶梦的感觉啦，这真正有啦，就是你红迄个困在一个空间内底，被困住了，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出去那种噩梦的时候有这种无法逃离的恐惧，对吧？我是各位当去倒位啊？这啥物拢无呢？这嘛足奇怪呢？为什么这边是空的，只有一边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倒手边就空呢？这刚有什么意义？奇怪，还是我错过了什么？他已经疑神疑鬼，看到就会觉得是不是有东西？是不是有东西？嘛袂当开啊！好哟，什么意思？要安怎出去？放我出去！贴着墙走吗？好，我们试试看。会不会贴着墙，然后某个地方可以进去？敢是这个意思？反正有一个所在，迄个是当可以穿墙进去的。原来是安尼。我走到无力的时阵，我会喘。迄个喘的声足恐怖的，我叫是有啥物物件咧叫咧？好哟，真是家己迄惊救人。你刚有听到？对这听起来像狗叫其实以为是有什么恐怖的生物在附近会咬我的那种，结果是我自己吗？不可能啊！不可能啊！真的假的啦？不可能，那有可能，那有可能。还是咱滑头滑无够久啊？是不是刚刚回头走太少了？其实是要回头走是吗？我过来啉一下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话敢无声啊？好，咱继续。应该要好恁决定，让你们决定一下好了。请替我决定一下，敢爱滑头？
互恁决定啊！来，请转票，请转票。啊，我要偷食一粒迄个熬糖，叫甲无声。来，替我决定者，敢爱滑头行倒转去。虽然我毋知影敢有差，我应该是有啥物较有路的物件无看到。哎呦，哎呦，哎呦！有4票，4票拢叫我滑头好，咱滑头，滑头敢有啥物？人讲这人生，安怎唱啊？毋通滑头梦，梦着会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样计较输赢？轻轻松松，人生路途阮来行。无人是应该永远孤单。好，袂晓唱啊！很恐怖啦！这无共款，这无共款。我比你家是要创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想到比什么声？什么声？什么声？哈！哦，我是咧杀啊！惊死！吓死了！我真的吓死！原来是咧杀这个啊！哦，钱会过好，袂过，我做大箍的是无？伊嫌我大箍，伊嫌我大箍。好啊，袂要紧啊，杀都杀。我是会当杀偌远？我是毋是会当杀足远的？我是毋是会当杀到遮来？虽然做无聊，哦，遮会当杀哦。哇！哦，是因为我无酷哦。敢是哦？我那毋是伤肥，是伤悬。这调查结束啊！嘿，多谢大家。原来毋是伤肥，原来是伤悬呐 ！I am too tall。哈哈，秃头嘛不要紧吼，秃头嘛是会当入去，秃头也是可以进去，安尼有做秃头进。恐怖！巴多叮当啊！蹲距困难，刚有这蹲距困难有那么那个吗？回头顶姐哈，很烂吗？又嫌弃我的冷笑话，太过分了！迄电话搞我惊到。孤香，啥有这孤香？孤香花籽。喂，搁爱哭。喂啊！浸伫水中的纸条，因为迄只可恨的怪物，我失去所有的共伴，毋过我真紧就会甲因做伙啊！你若看到即个，你若看到即个纸条，就爱设置伊发射的光线，光线是怪物晓？怪物会发射光线出来晓？干嘛呢？有够乌的。来倒边啊！无法度互恁选啊，因为我无照着光，我会去。有2边的，毋是头仔咱是为即边来啊？遮敢袂当爬？敢袂当？会当。安尼嘛是足侪所在通好去呢。
喂，惊一个！哦，这音乐也袂歹哦。这音乐不止啊，迄个呢，笑。中有一个坑呢，你敢有看到？底下遐有人呢，伊会发光对吧？他讲的怪物就是伊啊，借一个青梅。伊看起来真正足生人的呢。好，咱看卖哦。无咱换一下无共的路看卖，遮嘛有路，遮是会当去倒位？哦，无光啊！伊伫遮，好。我需要光啊！我需要光。这会当准呢？它有音乐。什么两角兽？什么意思？两角兽不是很正常吗？通常在泳池看到不该看的应该是四角吧？虽然好像不能讲这个没有要讲这个无要讲这啊！有够光！好，咱来准看卖，看迄准落安怎？毋是哦，枯落，想讲枯袂落。咱头仔是为倒手边好，咱来正边看，共款呢，嘛生差不多。这准落安怎？这声有淡薄仔恐怖呢。啊？这是放水的是吧？敢是放水的？为什么不能讲怪兽很可怕？对。主播什么是四角？我不知道啊，就是猫啊、狗啊、天竺鼠啊、马啊、老鼠啊，因为有四支脚啊，安尼讲应该是对啦吼。哇，摔一个啊，我就会互伊照光照，无呢，伊无看到我呢。啊，我也无法度上去呢。啊好，我搁爱落来，啊毋是啊，四骹对啊，四骹就无毋对。迄个水鸡嘛是一种四角兽，四骹啊，对无？是的。鸟鼠想要恐怖，可能有的鸟鼠会送恐怖的 game 互大家说。我白讲诶，奇怪，我去顶面是要创啥？看无呢？顶面啊，袂使安尼啦，我都无看到你。人是一种视角，如果你会用四只手走路的话，可以算；但如果不会的话，就不能算，好不？安尼好不？嘿，原来是安尼对啊！要少一个朋友？没有啦，很可怕，是有些人会怕，我可能不怕，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好不好？不要紧张。应该是有4个，这个在啥？应该是有4个可以转的，对不对？感觉会在4个角各有一个，是吗？我需要都确认一下吗？我会不会一起来又被照头啊？还真的会。这很过分这种巧鬼呢，这是叫我要安怎？火蛇不怕四角兽，是要惊啥？有什么好怕的？为什么要怕？我们要尊重不同的生态啊！只要它没有伤害我，为什么要怕它呢？有4个可以转的，谢谢。感谢呢啊！谢谢瓦门，我在瓦门。喂，哭袂落，后要死啊！对，4个角，嘿，4个角拢有瓦门。好啦，先准落才讲。这应该是咧放水的吼，敢是啊？水是毋是愈来愈悬？哪像有呢？哈？还是顶面咧放水？遮有水。哦，四周围拢有水。好哦，遮我敢会当过？哦，拄则查过，才知影号做换门。多谢，你甲我倒查，无我真正毋知。哈？我是毋是爱照正确的顺序？无我就掩饰啊，我就无法度过。啊？
而且愈来愈暗啊呢。我是毋是无法度？我无法度啦。虽然我嘛毋知影敢真正爱放水，啊，毋过我就有即个感觉。对无？遐阁有路呢？迄是啥物所在？敢是咱头拄仔来的所在？咱开始找无路啊，找无路。这是啥物路？啊好，这咱头仔来的所在。敢有死门？哦，死的门就是无法度活动的，所以都有做壁。OK。啊，当是要创啥？死的拢放水啊，拢放水的了后咧，就爱爬来2楼遮。来2楼，啊，莫互伊看到，伊是伫倒位？伊搁伫中，咱是会当去倒位？啊，毋是，我是要安怎闪？是叫我安怎闪？该顶来吼！我研究者。你袂当安尼啦，好哟！你袂当安尼啦！浸水箱啊，无毋对，是一种深海少女。虽然我毋是少女，虽然我毋是美少女，请恁体谅者，罔看安尼。无卫生咧，过分啊！足超过的啦！好，刷去，先放水才讲，先放水就放水，是咧。放水。今日放上要出现几届深海少女，歹势我无创意哈。夜光。有见到伊一面就对啊！来，啊，毋是，恁这个 game 毋是讲无光会死，啊有光嘛会死，伤光嘛会死就对啊！安尼敢对啊？安尼是对啊？毋对啊？要翘起啊！稍好啊，拍一下日头，虽然毋是日头，嘿，还拜二就是，敢毋是拜三？应该是拜三吼，我敢有设定毋对，我会记得是拜三，小等才来检查者。是，暗算后礼拜三穿女装来开台安尼，恁会当小欢喜者。啊，过来是要去倒位？啊，刷来要创啥？刷来是要创啥？拢无路啊，对无？啊，我要安怎落？安尼落。这是头拄仔来的所在。我知。搁看卖哦。若看到即张纸，就设置伊的光线，我知啊。的光线，哪像嘛有即条歌？哪会遮乌啊？哪会愈来愈乌啊？是真正有咧放水是吧？水面是真正有愈来愈悬，敢有？哪像有？啊，毋是，我是要去倒位？逐个2楼拢甲检查者是吧？这有开关。
啊？哈哈哈哈！发生啥物斗仗？伊是安怎？伊是安怎？伊是安怎？看无？有够乌的，真看无？这起落安怎？嗷嗷嗷！敢是要甲伊冰起来？迄敢是冰？迄是冰是？我是要甲冰起来是？斗仗嘿，斗仗啊！斗仗应该无安怎吼？等下，游泳比赛输啊咧受气，敢是安尼？伊敢是安尼来的？对嘛？遮有开关嘛？是咧喷啥？我太看无。这是咧喷啥？喷水？喷冰？啊，这船落安怎？会放水对无？应该是会放水。嗷！无卫生，夭寿。啊，咱正边敢有这共款的物件？先转落。头敢钱会过？伊敢是听到水的声就会迄落啊？有可能哦，有听到放水的声才会来是？敢是安尼？我来看顶面敢还有开关。佫有听到伊光的声，啊，毋过无加在我有拔落来。哎！奇怪，迄开关到底是创啥？安尼我来遮放水好啊，来遮放水，啊来遮试开关，看会安怎？来照遮光，好，来遮。这到底是啥物的开关？看无？哦，遮哦，遮有水是？敢是啊？啊，佫会当关掉啊，翘起。哈？啥无？啥无？这都市的爱。啥物亲像镜头咧害？好歹势，无人无人会想到我一直唱歌吼。好，安尼我知，先转这粒，伊就会看这边。啊，我就趁这个时阵咧。来遮，安尼敢对？应该是安尼。趁这个时阵来遮，应该就袂看到我吼，敢是安尼？啊是呢，伊知影是遐咧叮当呢，对无？遮应该嘛有一个开关，啊，这试落到底是对会放水？毋知。啊，回头我先来选，我都选好，有法度选，过来就顺这，啊，我再来这边，安尼我应该有跳。啊，那个大家不用紧张，我也会讲中文哦。如果有新朋友的话，好，我们继续。好，所以咱应该搁会当来顶面，应该搁有一粒爱。
开，这准开，过来，哎，紧张，紧张，紧张，有够紧张，惊互伊脏着。哎，拍一个头，好，过来。是安怎？是安怎？我看无。我到底应该安怎啦？我应该甲所有的水拢，所有会当注水的所在拢拍开才对啊，对无？应该是安尼啊。先准开。是安怎咧？是安怎会安尼？照一下光啊！下骹是毋是有物件啊？是我看毋到，害我惊一下。我想讲有鱼哦。莫甲我看，莫甲我看，倒是啊！莫甲我看，准开，咱过来。要翘起啊！要翘起啊！要翘起啊！走！足惊伊雄甲我看着呢。毋过伊有一个声，我可能爱注意伊的声，因为小可听会到，所以我若听到迄个声，我就爱随放手。哦，哪会遮困难？我连我即摆计划敢是对的拢毋知呢，其实我无确定。恁感觉咧？恁感觉敢是安尼？虽然恁可能嘛毋知影，阁有啥物其他的所在通去，因为我嘛无去看，我嘛无去检查。毋过应该无啊，应该就敢若即6个算是4个开关甲4个活门，会当去测去准安尼。开去，伊离我足近的啦。奇怪，咱头拄仔是位对一边来的，煞袂记。好，袂要紧，凊彩拣一边。若毋对就毋对。头拄仔来即边啊啦，袂要紧，咱过来。咱是顺时钟咧行的，好，顺时钟。好，过来。需要光。哦。好，削一个。开，来选。水，好。顺时钟好，来继续。哦，刺激哦！哦，刺激。过来是这边啊！拜托，莫甲我看。袂赴啦！听到这个声都袂赴啊！安尼是要安怎？是阁有啥物办法？还是我规气就伫顶面好啊？我伫顶面敢有法度去
另外一边，应该无法度呢，就真无路，真无法度对无？啊，看啥啦吼？啊，安尼就戆戆啊，搁试一届哦。无嘛，无白鸟啊吼。歹芳，真歹芳。也是讲伊伤巧啊，可能大概知影我咧创啥。我真正爱走来走过去才有法度，敢是安尼？敢有遮巧？就是伊可能掠会着我的规律安尼，敢有可能？敢有遮巧啦？安尼真无法度，安尼真无法度。呢？哦，我真真无法度呢。啊，摕伊无法啊！哟呼哟呼，这空敢是互咱偷看的？应该是。尼姆，啥物？奈姆，啥物意思？哦，尼莫，是咧找尼莫。老电影呢？毋过我确实感觉这个空是互咱偷看的，应该是。虽然我毋知影偷看敢有啥物路用。加减啦，加减。我嘛毋知影呢，偷看嘛无啥物帮助的款呢。你看，安尼就无法度啊！奇怪，我是搁做毋着啥物？伊敢真正有啥物规律啊哈？啊，我注水敢听会着？互我落去，好，多谢。线内咱就搁共款顺时钟来行好啊啦。赶！救人！有光啊！对啊，是搁有啥物办法？啊！是毋是真正为迄个空头看者才有法度？拍一下日头吼，拍好打了后，咱就来。哦，接近咯。伊为迄个方向行，所以咱会使先踅过来伊个骹正边即边对无？应该安尼对啦。哦，我搁爱甲伊注意咧，我搁爱注意伫倒位咧，淡薄仔困难哦。好，大家紧诶，OK， 来，咱来。啊！我连声都无听到咧。过分啊！真过分啊！无可能，我不服啦！看我遮创啥？少年的看啥？即只是咧，什么意思？开始学白来好啊，放水。
放水，欢喜啊无？哦 no， 真无依法。啊是，我拢莫准活门，我拢先开开关。敢有差？反射有差？好，先甲四个开关拢开好好，切好好，才来准这四粒活门安尼，试看卖好啊。无我嘛无报啊，对无？哦shit！哦，人摕伊无法，是阁有啥物办法？这是啥？这粒光是哦，遮个光呢？好来，咱来。心事若无讲出来，有啥人会知？啊！好，落楼水。感谢互大家点早顿啊！点一下早顿啊！你毋知当时算会了诶。都徛伫遮救人，莫甲我看倒写啊！水无甲我看啊！我跍落敢有效？反正我跍落，有效呢。我来试看卖，就是讲，互伊知影爱，互伊照着的时阵，毋是卡拉鸡腿总会，卡拉鸡是钱的呢，这无健康啦，你确定？毋过总会食钓做的两白质应该袂歹，哪像袂歹？啊，根本就袂符迄个。等下，哪有可能？哪有可能安尼对待我？无可能啊！无可能啊！好，一礼拜就一摆，歹势，莫遐严格。逐礼拜会当有一工食开了，欢喜的。看啥啦？哦，无法度呢，跍咧嘛，无法度。明仔载礼拜哦，明仔载礼拜你就礼拜就无咧食物件哦，你是礼拜规工无食物件呢？啊，辛苦辛苦。哦，有够烦呢！啊，我是阁会当创啥？我是阁会当安怎？我就无法度安怎。食啊轻轻，凊彩食食，无阁会当创啥？我阁会当创啥？哟呼！看讲伊咧看即边的款啊，无介安全的。过来看觅，敢会外头？对啊，这个空应该就是互咱家己偷看的啊。啊，毋过无啥物帮助的款呢，因为伊还是会踅来踅过去啊，对无？伊想要踅头就踅头，我嘛无法度。啊，你看我就无伊的法，真正无伊的法。是咧创啥啦？无可能，我不服，我真不服。
我才无相信，我才无相信我真正无伊的法。啊，我煞无倒落楼。哦，安尼有。哎呦！而且即个坑无互咱偷看，敢即个坑较特别，是啥物意思？啊，我感觉会互伊拍着啦，有够烦的啦。伊为遐去安尼，咱是毋是应该趁机会？我看着为遐行，咱就应该趁机会进来吼。紧，互我照光，好，小可有照着就好。No， 伊真正伤巧啊，小。伊知影我会安尼，太当安尼，无可能，我无法度接受。太厉害了！伊若为遐行，我就爱为遮来。我无法度接受，我真无法度接受。照光，多谢。No！ 我搁做毋着啥物？我到底做毋着啥物？I can't。伊敢是？敢会其实拢是随机的？还是其实它真的是随机的？就是其实我也不用想那么多，我就是衰尔。伊搁为遐行，安尼我是不是应该趁机会来这边啊？对无？毋过即个时间伊就有可能洗头安尼，咱就毋知啊，咱就真毋知啊。哦，你看啦，无可能。奇怪，是搁有啥物件我无注意到。哦，即条袂晓唱，即条才较罕得唱。是安怎啦？来偷看。遮，所以我来遮应该安全啊。要赶死啊！一个石头，啊！无可能啊！无可能！要受气啊！要见小灯受气啊！互恁知影见小灯受气的厉害。啊好，无厉害，真无介厉害。你是要为倒位去啦？哦，气咯，真气咯，真正气咯。你要去倒位？啊？你到底要去倒位？啊好，
啊，这是啥物啦？这是叫我会当创啥啦？啥物意思？啥物意思？我领啥无？哎，刚才我有哭落。哎，其实我是啥无呢？迄顶面的迄开关到底是啥？迄顶面的开关到底敢是水的？敢是咧放水啊？我无确定呢。我真无确定呢。我毋知影我的目标是啥物呢？我嘛毋知影我有倒位通好去呢。凡说有别个路吼，凡说其实有别条路呢。咱是毋是应该先看觅者？这开关啊，开关是开关。我会当闭伫遮哦，闭伫遮会当创啥？啊，闭伫遮嘛无效。啥物？啥物？啥物？啥物啊？我刚知影会当，我刚知影爱闪伊的光线。窗外照入的光线，提醒着我。过来咧！水啊，水啊，水过来咧！哎，这会当开啊，啊咪当关啊？啊关是要创啥？关有啥物意思？一支是啥物？为什么是有一支啥物物件？太看无。对无？这不咧甲切落，切落有啥？看无。所以是毋是要是共款是爱甲四个拢开开啊？哈，哈，真正哈。咱着骹手较猛咧，拢紧开开咧，看会安怎？哦，夭寿哦。而且我连咧安怎闪都毋知，我敢有法度闪？我敢是其实是有法度闪的。咱若个失败，咱若个失败一届，咱就先放弃好啊。哦，惊一个，我想讲袂叮当啊。哦，有够落的呢。哦，足紧啦！还咧喘啊！我知，咱爬较慢呢，啊若听到声，咱就紧放手。啊！好，放弃好，真无度。
这一定是有啥物我毋知影的代志。好啊，虽然咱上尾即部分可能上尾我毋知，或者虽然咱有一部分还无法度过，抑毋过我感觉有迄个，迄个做啥？头仔有迄个走廊对无？足长的，头仔迄个足长啊，迄个毋知影会当，就是那个叫什么？永远走不完的走廊超赞的，我觉得那个永远走不完的走廊超赞的，它让你头尾相接，然后有一些柜子可以开，然后你后来会发现你走到你已经开过的柜子这件事情超恐怖的，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哦，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游戏让我觉得我必须大肆说，我真的好喜欢这一个部分，真的好期待它的正式版上市哦，虽然目前卡关了。我不知道以后卡关的地方会不会有多一点。如果很多人跟我一样卡在这的话，也许会有多一点提示吗？对，也许我们的纸条可以不只有一张之类的。不过还蛮期待这个游戏的最终的样子的。这嘛算是我头一摆算这个 Pool Core 的 game。虽然我知影嘛有其他的这种类型的，就是同款是游泳池这种 liminal space， 嘿，也是有这种，这叫什么空间？预线空间哦，是叫这个吗？对，就是一种会让人觉得毛毛的空间，然后都没有人，然后又很广大的时候，就让人感到很恐怖的这种类型。然后，我知道也有其他的游泳池恐怖游戏，不过这个真的很赞诶，真的好期待它完整版的样子。我真的好喜欢那个置物柜那一 part， 我觉得那一 part 真的太神了，那个头尾相接，然后就是还可以，就是它还有设计，就是有些门可以开，所以你会发觉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超神的，非常喜欢，真的非常喜欢。但是如果没有，就真的是需要蛮仔细观察的啦，就是有发现到那个柜子是可以推的这件事情，才有办法让你继续玩游戏。对，还蛮有趣的，蛮有趣的。虽然我卡关了，对，然后就好像感冒还是没有好，然后就那叫什么？反正最近其实有点太忙了，就感冒还没有好，然后那个委托也做不完，所以没有办法开到硬把它玩完，好可恶哦！好，就有些人比较厉害的，就是很有办法耐久，可以那个玩到完才下播，我觉得真的是蛮佩服其他主播，但可惜我好像没办法，那之后，如果我不知道如果这游戏还有，就是如果正式版还有很多后面的其他更多关卡的话，也许我们之后正式版可以再来玩哦。对，我觉得蛮有趣的，真的蛮有趣的，蛮喜欢这个游戏。对，那如果大家想要关注这个游戏的之后继续开发的进度的话，我想应该可以先追踪 Nura 老师的推特，所以就把它放在这好了。对，如果你们想要追踪这个游戏之后继续制作的进度的话，应该是可以看 Nura 老师的推特，应该可以从那边得到最新的资讯，应该是这样子。对，大家下次一定，这种类型游戏好像蛮好玩的，还不错。虽然那个卡关还是有一点气馁，对，但那也没办法，总是恐怖游戏感觉总是会遇到卡关的，是的。好这真的很好玩这真的很好玩可惜是让你们看我玩，所以你们已经被剧透到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蛮适合自己探索的，蛮好玩的，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好，但是就是对那个电脑的性能可能有一点要求，我们马铃薯老师可能已经鞠躬尽瘁。对，好，那就这样吧。然后今天就是这礼拜最后一台了。那我们下次开台已经有待机室啦，就是礼拜三的晚上10点嘛。我们的恋爱话题女子会，我们会聊一点酸酸甜甜，或者是酸酸臭臭也有可能。对的一些恋爱小故事，有些人就很想要听我讲恋爱小故事，对不对？就给你们机会，给你们机会。好，那就这样吧。那我们要降落去哪里嘞？啊，伊里在玩 Pokemon 哦，伊里在玩 Pokemon， 那我们就找伊里好了。好，那我真的该休息了，我该去休息或者做点委托。对，真的会穿女装吗？就是如你们在画面上看到的，那个宝箱怪会拟态成女装的形态。对，就对，你觉得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对，好，是的，那就这样吧。那晚安，我应该要去休息或做委托了。黄金果，我刚刚没跟你打到招呼，是不是？黄金果，晚安。
感谢你来看我的台。哎，好，对，就这样。晚安啊，晚安啊，我们去找伊犁吧。大家拜拜，大家拜拜。暗安，对，暗安，暗安，暗安，嘿，暗安，暗安，暗安。